主，姑爷，吃了这盒欢饼，咱们呀就入洞房了。我看今天要不就到这里吧。事已至此，在下该向姑娘赔罪。我本是为黑木令而来，并非有意想要迎娶姑娘。此事是我先前考虑，此时打住，姑娘仍是冰清玉洁之身，当可立命如意郎君。咱们武林中人对这些世俗礼法，原本无需太在意。姑爷，你若再这么开玩笑，我们可要对你不客气了。朱雀，东方不败，我蓝凤凰如此不堪，竟入不了你的法眼吗？姑娘美若天仙，在下又不是瞎子。可是我父母当年死于江湖纷争，昔年我曾立下重誓，必当剿灭世间所有的门派，让这个江湖不再有恩怨之仇，让无辜的人不再受刀兵之苦。正所谓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如今东方大业未成，实在不敢提及儿女私情，怕是若心中有了牵挂，便会被敌人寻找破绽。东方不敢接受姑娘美意，还望海涵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只看本门剑法，不算坏了师傅规矩。令狐冲，爷爷来了，还不快点跪拜迎接！木坨子，哼！哎呦，罗锅都让我师傅治好了，还敢上华山，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放屁！那是于沧海在背后暗算老子，哼！否则就凭岳老儿三脚猫的剑法，怎能奈何得了我塞北明陀？好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找我师傅，跟你再来斗个3、5回合。哼！小子，少跟你爷爷来这套，今天让你插翅难逃！什么剑法？化
善剑法。这就是历代教主才知道的禁地。我教的贵重物品也都藏于此地。莫非这把就是传说中的金蛇剑？你要是喜欢，我就当嫁妆送给你了。黑木令牌在此，我把它给你了。蓝姑娘，在下……我知道。你对我没有半分情意，但我们已经行过血誓，拜过天地。不管你对我怎样，但在我蓝凤凰心中，已认定你是我的夫君。你不用感到愧疚。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你今日不愿意娶我，不要紧，总有一天，等你大业功成，知道我的好了，自然便会迎娶我。葵花宝典，没事吧？